防疫期间尽量留在家里，没有事不要外出，外出要戴口罩，不要在外面吃东西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注意理解观察，相信科学的人，唔相信科学的人，无了解科学的人，贪图方便的人，相信金术的人，相信技术的人。領域展開無料空所。较早你拢甲我讲要活就爱动，现大家拢讲要活就莫动呢。阿妈，较早歹人拢挂嘴烟，现无挂嘴烟的拢歹人呢，太安尼啦。想看卖你较早安怎对待我？风水轮流转，想袂到你嘛有即天吼。疫情期间袂当出门，阁想要看火金菇，要安怎呢？来看股票啦。一阵囡仔咧评讲因厝是安怎好呀？阮阿公是靠炒房地产变身的，阮公仔是靠算股票变身的，阮爸是靠做直销变身的呢。阮阿公是爱靠迄活络康复这才会使变身的，因为伊家己就无法度变身啊。免疫力与人生伫同一台巴士顶悬，有人会迄号病毒传染。有人平安无代志，这是身体的免疫力。同款安尼封城隔离，有人一年食啉无求，有人一礼拜就哀叫，这是财务的免疫力。一场疫情，有人积极向上，有人怨天尤人，身体收拾卡哩。这是心内的免疫力。同款踮伫厝里，有人读册学技能、运动、直播开会，嘛有人咧困、看电视、拍电动。这是价值的免疫力。一场天灾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，对所有人的身体、活力、认知、人性、良知、勇气、思想、灵魂、价值观等等，拢是一场赤体体的大选。要战胜意外甲不幸，咱上重要的是提升家己的免疫力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意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订阅。有天门没把按时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细汉时啊，拢会去看冰箱门关到什么程度，内底的火就会欢喜。世界上上遥远的距离，不是天涯海角，嘛毋是生甲死，而是流啊。